大家好啊！咁之前已經介紹過啦，我哋會推出一個專炒 QQQ 嘅策略嘅。咁下個星期咧，呢個策略就會推出俾 Patreon 會員可以揀嚟用嘅。咁呢個策略其實用咗乜嘢原理咧？其實首先咧，好多人用平均線嘅時候咧，淨係會睇股價究竟高過啦，定係低過平均線，又或者10天線係咪高過20天線啊等等。但係其實呢類方法咧，未必係最有效嘅。首先我俾大家睇下咧，呢個指標咧係不斷去統計咧每支巴嘅收市價同5啦、10、20平均線嘅差距。個差距永遠係正數嘅，因為我係計咗個 absolute value 嘅。無論收市價咧係高過定係低過平均線咧，我係唔理嘅，只係會留意咧收市價同平均線嘅差距。例如用嚟睇個 QQQ 嘅即時圖啊，大家可以睇到咧。其實咧個收市價同平均線嘅差距咧越嚟越細嘅時候咧，個股價開始上升，然後咧股價同平均線嘅差距咧開始擴大嘅時候咧，擴大到一定程度咧，股價又會跌翻落嚟。期間咧股價可能係高過平均線或者係低過平均線，但係反而呢樣嘢咧唔係咁重要嘅，我哋純粹留意咧收市價同平均線嘅差距就得。其實呢個情況咧喺 P-market 嘅時間咧係更加明顯嘅，可以睇下呢個例子咧。喺正常交易時間開始前1個鐘頭左右啦，當時嘅股價咧同5啦、10、20嘅平均線嘅差距咧都明顯收窄嘅。咁然後咧 QQQ 就開始升咗上去。另外呢個例子啦，股價開始係高位整固，但係期間咧股價同平均線嘅差距咧開始擴大，之後就開始由高位跌翻落嚟。其實無論當時股價係高過平均線定係低過平均線都好咧，都係由呢種情況出現。不過咧，究竟股價同平均線嘅差距咧要幾大先為之夠大，又要收窄到幾細先為之夠細咧？其實我哋之前嘅片都有講過嘅。TradingView 嘅 Price Skip 咧係可以寫到一啲咧模擬 machine learning 嘅嘢嘅。我哋亦都可以寫一個模型咧去統計呢啲資料嘅。首先啦，我哋不斷會計啦股價同平均線嘅差距啦，然後用一個 matrix 咧記錄低嘅。好似呢一度係見到連續5支巴，佢分別個差距係2%、8%、5%同埋10%。然後我哋睇翻下一支巴究竟係升定跌幾多。咁如果頭先嗰個例子啦，其實得4個情況啦，因為我哋計過 absolute value 啊嘛，即係2%、5%、8%同埋10%。咁究竟第二日係升定跌咧，就記錄翻嘅。如果日線圖就係第二日啦，如果係5分鐘圖或者1分鐘圖咧，就第二支巴啦。2% 距離嘅時候咧，咁佢嘅記錄咧就係有1次係升咗嘅。咁但係其實咧，啲股價不斷運行嘅時候咧，佢係會不斷累積嘅，可能係距離2% 咧，會累積到可能升嘅次數有10次，跌嘅次數有3次咁樣啦。咁而家暫時係1同0咧，咁我計算就好簡單，升嘅機會率咧就係上升嘅次數 over 翻上升嘅次數加埋下跌嘅次數。咁而家得1啊嘛，咁計出嚟就100% 啦。咁但係如果咧不斷啲股價運行嘅時候咧，你累積翻晒所有嘅記錄咧，咁其實你就計到究竟個股價距離平均線幾大，佢上升嘅機會有幾多。咁我哋唔淨止係計一條平均線嘅，同樣咧我哋可以統計翻個股價咧同唔同平均線嘅距離，究竟佢升跌個機會率有幾多。咁然後啦，我哋再用一個加權嘅方法咧，你就可以計到咧最後上升嘅機會率係幾多。其實咧要用呢個 TradingView 嚟寫咧就唔困難嘅。呢個例子我都俾大家睇過。你用呢一個 Price Skip 嘅 Matrix 咧，你就可以建立到一個咧二維表格嘅 array 啊。咁然後咧你就可以將咧股價同平均線嘅差距咧不斷記錄低嘅。因為佢係用緊 Matrix 啊嘛，咁程式咧係會不斷咁樣動態更新。其實你就係用咗 TradingView 咧去建立咗自己一個機率模型。咁我哋咧呢個專炒 QQQ 嘅策略咧，
其實就係用咗呢個方法。咁可以睇翻咧，如果依家個策略咧喺過去1年咧，佢嘅 win rate 咧係 over 70%嘅，回報咧係有88%，呢個已經係未計算槓桿㗎啦。如果你用1.5倍槓桿咧，個回報係更加高。咁但係呢個策略咧，你會留意到咧，佢係有機會喺 pre-market 嗰度入市嘅，因為頭先都有講咧，你統計個股價同平均線嘅差距咧，喺 pre-market 嘅時間咧係會比較明顯啲，你會揾到一啲入市機會。嗱，咁如果大家要想學翻點樣去寫咧，其實睇翻呢個例子就 OK 嘅，其實都唔困難嘅。嗱，不過留意翻而家呢一個例子就只係統計一支巴究竟升定跌嗰個機率嘅啫。咁可能如果你話我想係出現同平均線個差距某個百分比嘅時候，之後10支巴或者之後20支巴究竟升定跌個機率係幾多咧？嗱，呢啲咧我哋今期課程都會教大家，甚至乎你寫完晒之後咧，你可以擺落個 AI 模型嗰度咧，再優化都得嘅。嗱，咁今日嘅片咧都係有 Patreon 同埋 YouTube 高級會員嘅版本。其實呢一種咁嘅寫法咧，我哋係可以用附圖寫指標嘅語法咧寫佢出嚟都得嘅。嗱，咁當然啦，附圖係冇呢一個 matrix 㗎，我哋要將佢簡化啦。但係其實簡化完之後咧，照樣咧個效果都唔錯。嗱，喺附圖我就用咗呢個方法，不斷去計算咧每支巴咧同20 MA 嘅距離，然後咧分咗5個範圍嘅，即係距離1%、1至2%、2至3% 啦、3至4% 同埋大過4%，然後咧累積翻過去咧所有同一範圍究竟有幾多支巴，同埋計算翻咧落喺嗰個範圍裏邊咁多支巴咧，究竟上升嘅機會有幾多？咁然後用呢個公式嚟計啦，上升嘅次數啦 ，over 翻呢個總次數啦，乘翻100，咁你就計到個上升機率嘅。嗱，譬如好似啦，下低呢一個咧就係整咗做附圖嘅指標嘅，咁你見到咧得啲數字咧，其實就代表咧佢下一支巴會上升嘅機率嚟嘅。嗱，好似呢度咧，你見到咧佢上升嘅機率咧46.81，去到呢支巴咧都係46.76。然後到咗呢支班咧，佢又變翻做46.81，跟住咧個股價就開始升緊。又或者睇翻呢個例子啊，佢去到呢度咧，上升嗰個機率咧係明顯咁降低，由46.96啦降到去46.91。咁然後咧佢就確實開始跌翻落去。嗱，其實咧你用呢一種咁嘅統計方式咧，間接就等於咧做緊一啲 machine learning 嘅嘢。係會比你就咁用條平均線去睇，究竟係咪升穿平均線啊？又或者係咪高過平均線咧？有用好多好多。呢一個附圖嘅版本咧，我就已經將成段曲咧放咗喺 Patreon 同埋 YouTube 高級會員嗰個版本嘅留言區嗰度。嗱，咁大家咧直接可以 copy 落去咧，附圖嗰個寫指標嗰部分咧就已經用得㗎啦。其實今期課程咧，我哋都會多咗咧教大家咧。點樣去用附圖嘅語法咧嚟寫一啲指標或者寫一啲交易策略？提翻大家咧，我哋已經推出咗13個策略同埋2個指標㗎啦。咁其實我哋每段 YouTube 嘅片咧，大家都見到呢個 list 嘅，喺留言區就有呢個 list 㗎啦。咁就可以見到每個策略嘅介紹嘅片啦，同埋個 backtest report 嘅。咁 Patreon 嘅會員咧就可以揀其中嘅策略嚟用嘅。咁如果大家已經喺我哋課程學咗點樣 auto trade 咧，就呢度任何嘅策略咧，都可以連過 IB 啦、附圖啦、Pepperstone 啦或者 IG 啦做 auto trade 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參考下呢個 list 嘅資料嘅。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片啦，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同埋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等更加多嘅人可以睇到我哋嘅片。